再来999金牌打广告。今天这个是 Hunger Boss，Hunger Boss 100号，100号 bacon，然后翻给你们看，慢慢来。100号100号 bacon 就这样。100号啊，其实啊，对我们有健康。你们生病啊，生病生病可以喝100号。咳嗽啊、头晕啊、中风啊、感冒可以喝100号。你看看李克伟很厉害的，去年他介紹喝100號，到最後搞輸了，到最後打輸給林丹了。你們還沒有喝到100號，知道嗎？OK，還沒有喝到100號，所以他越來越卡了，OK，好，到100號有我們什麼建議呢？有我們什麼建議是他比較有健康，又比較有力氣，又可以打羽球比較厲害，知道嗎？然後你們記得要按 like 跟按 like，還有什麼留言可以獻給我請熱線999，謝謝大家。